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幾個主要嘅貴人星係有咩唔一樣呢？首先第一個係天德星，天德星五行係屬陽火，對應嘅咧係一啲男性嘅長輩同埋一啲權貴嘅男性貴人，佢嘅助力係偏向於公開明朗，好似太陽一樣咁樣直白去庇佑我哋好多嘅發展。而我哋流年有呢啲星入咗我哋嘅屋企咧，就會容易結識到一啲社會地位嘅人，喺事業上俾到我哋好好嘅幫助。第二係月德星，五行咧係屬於陰嘅水，對應一啲貴人多為係女性嘅長輩，佢嘅助力係更加隱蔽同埋柔和，側重於屋企內部嘅幫扶，比如係靠媽媽或者係一啲女性嘅親友支持，去促成我哋嘅事業，亦都有利於調和我哋屋企嘅矛盾。第三係龍德星，龍德星係屬於陽水，對應貴人係指向於一啲比較寬泛嘅長輩，唔分性別，佢嘅核心咧就係以德助人。佢嘅意思就係話，佢可以幫助我哋用個人嘅修行同埋我哋自身嘅努力去掛鈎，而唔係憑空獲得幫助，而係我哋能夠通過我哋自己嘅努力獲得一啲長輩嘅肯定，而為我哋加油助力。你嘅生肖喺2026年有冇以上嘅吉星入到屋企呢？記得留意我哋合集同埋入師姐嘅群，持續更新內容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